假使卢卡有人当到冲病，也算有身心障碍，而人长期照顾，照顾者人生同心理的负担都非常大哦。有嘛个心酸，也怕讲唔得出。许多人里面连自家都不平的嘢。假使在照顾的过程当中，有一只使得血困病松的时间，对身心都系quite好嘅。同样有一只用戏剧教育同戏剧活动为主嘅小养剧团。团长是以上认真接触到的家庭照顾者，一路家庭这个成立别者，成员都系家庭照顾者嘅剧团，很多体育种剧团。去年的培训呢，第一批成员，今年过走第二批。课程的内容包括基础嘅声音、肢体、化妆到剧本讨论也都，亦能用儿童剧嘅方式来呈现家庭照顾者正经嘅处境。带大家看下来看下先。好，书包先放下来。好，书包放下来，然后去洗手才可以吃点心哦。好，赶快，快一点。新一年下课嘅進到學校過後，會做乜嘅呢？先發放簡單嘅事情，做阿美莎都會3點練習做副。你要先寫國作、數作還是生作？你要先寫國作、數作還是生作？回答。你要先寫哪一個？數作是。用為研嘅禮嘢，利用細班家下本醫生確診係非典型自閉症，多發現同人際互動表達困擾，尤其係佢冇辦法專心。嘴巴閉起來，看這裡，這個字1、2、3、4、5，看好了沒？你看，你都沒有在看，看這裡，看好了沒？這個字在哪裡？好了嗎？因為像這樣自閉症孩子，通常都會有合併那種過動，或者是那種像那個過動裡面，它有一種叫做 ADD， 就是專門就是注意力不集中的。那我覺得它是這種，它也不是那種就是可以動的屁股，像他做的，他是還是可以做，但是他可能就是寫了，比如說寫個字，他可能寫個2筆畫，他就飄走了。飄走呢，大概可以飄個5分鐘，或者是大概好幾分鐘都有可能。有時候他是晃神。用為研究做點手工茶股，還不是為注意點聲音呢？上市嘅證件使到身心都開，看到自家嘅聲音呢，體驗唔到，佢難免未會使到心酸。剛開始的時候，像他去幼稚園的時候，我那時候就是第一天上課，我就覺得突然又是，雖然知道我們的孩子就是這樣，就是發展就是比較慢。那我們看到別的小朋友說，老師，小朋友就會說老師我什麼的，可是他就好像也無所謂，也就是好像沒有在那個當下，其實我會覺得有點心酸。我想說，為什麼我的孩子不能跟別的孩子一樣這樣子？一時不覺都想點聲音嘅事情，用為研發現同種方式來為自家做得為乜嘅。嗰時候佢談到朋友嘅小姐，佢就決定我去參加劇團嘅活動。我說過，身體是我們演員的工具。等一下要來試試看，來輕鬆走動，走。等一下，我們透過1這個數字，用你的身體來展現看看，你覺得1你會怎麼做？劇團成員談定團眾嘅橋段，對練各種動作，也有成員都冇強用，做前係家庭困苦者。團眾情意上，第接觸遇到家庭困苦者過後發現，遇到困苦者嘅心情同一切，較無意會關心到也，故所以決定會成立家庭困苦者為主嘅體育種劇團。我希望讓更多人可以接觸戲劇的時候，我覺得它是一個好的工具跟媒體，所以我們扮演不同的人，然後都會有很多不同的同理跟面向，看見這個東西其實是讓很多人可以去擁有的。對，那我覺得他們被忽略了，可能大家要有一種激起這種意識，就是我們大家都生活在同一個土地上面的人，可以一起來做一些有價值的事情。課程對練各種嘅動作，韓國省愛用嘅表現，討論藝術，多化妝課都有，就從專業嘅劇團用嘅。如果團員韓當白都會帶啲比農健嘅爸爸強下去參加，也爸爸未去演繹化妝課嘅主角。
安尼佢也充起要參加用嘅，看顧嘅人也就知道較無安煩咯。其實說真的，如果說在照顧爸爸的時候沒有參加任何的活動，其實心情是會非常苦悶，而且其實你很容易就生病。其實像我可以說真的，像在這學期還沒開始之前，我就一直在生病。其實我最近也在生病，可是說真的，像今天來我就不會生病，我頭就不痛，因為我的精神就是在 focus 在可能上課的狀態，很高興在化妝的臉上，所以我就忘記身上的病痛了。我知道來了會做得將自己心情變輕輕鬆，因為冇乜嘅壓力導演意向導演嘅請會帶老家太太嘅朋友，請會帶倆劇團做得本來都啲個遊戲當中做得親睇自己做得搞到親歡喜親快樂。我就是生了你才會這麼慘，你才是掃把星。那可能怎麼回事？你們都是我的孩子，我愛你們，殘酷的。你們愛的就只有平等吧，你們不愛平等咩？團中用家庭看顧者檢討夜歸同性戀當中嘅故事，編譯出兒童劇《家有彼得潘》。去年頭一擺演出過後，今年再過前來演，希望也出戲唔但唱做一擺，為係當年古典嘅作品，為下卡多人來看到。透過他們的這些生命歷程的故事，我們把它創作成一出戲。那這個戲，我們又希望說是讓它改編成兒童劇好了，我們不要那麼寫實。但透過兒童劇，又可以讓更多人看見，家庭照顧者還有被照顧者他們生活的一種面貌。也希望大家能夠去理解、同理說，為什麼他們會好像真的比較辛苦，但是其實他們有更多的愛，我們沒有看到。陳義雄媒體過程當中發現，一到本單一點已經減少嘅人，無足嘅看見佢卡少活的團員都有地位改變，變到很客觀表達自家。家庭照顧者他們來參加戲劇工作坊的時候，其實我可以看見他們比較孤獨，是孤立無援的。他們來到這邊都會覺得說，他們可能用盡了他們這輩子最大的力氣，而且每天24小時在照顧家人。來到這邊真的很累，但是透過了戲劇工作坊，讓他們身心靈可以解放的時候，我覺得他們又活過來。我看見他們好像回到最年輕的時候。台灣的社會老人家原來見到喊白大家可能唔係看顧者，就係愛人看顧嘅人。體育中劇團的成員對冇享有嘅家庭背景來言，不過都會面對照顧家庭嘅壓力。那幫助起大家健健康下，相互鼓勵。雖然看顧人按件心，未行卡有行定下去嘅勇氣。